黃旗已經舉起。好，你一起步呢，一代天驕呢就跳慢咗啊！前面快啲嘅馬呢，見到中間位置有馬路啦，外邊包裝必勝啊，響佢出邊噶啦。埋邊第3位呢就遨遊氣泡啦，第4位自勝者強啊，再後邊第5位蟲草成名，內欄第6就知足常樂嚟噶。後邊嘅馬當年情啦，咁啊再後邊有美麗宇宙啦，魅力之餘紫色衫暫時響個尾6嘅，再後邊嗰5匹馬起旺區爆熱啊，尾3係一代天驕啊，暫時殿後一隊橙衫係其次鬥士啦。淺藍衫拍住個包尾呢係大學生嚟噶。好，過咗呢個1000米嘅段處啊，前面帶頭嘅馬呢就係呢隻遨遊氣泡噶啦，馬路就緊隨第2啊。再後邊嘅第3位有自勝者強啦，包裝必勝跟住個第4啊，內欄第5仲有知足常樂，隔離拍住佢就係蟲草成名啊，但要跟住個第7位黃衫嗰匹係當年情啊，咁啊響佢埋邊呢有美麗宇宙啦，尾6淺紫色衫魅力之餘啊，後邊5隻爆熱起旺區，其次鬥士響尾3，尾子呢就一代天驕啊，暫時殿後依然係嗰隻大學生嚟噶。好啦，咁轉彎入直路啦，遨遊氣泡佔先少少嘅，馬路呢就第一隻上嚟挑戰啊，響入邊呢就自勝者強啦，再喺外邊黑色鼻箍包裝必勝亦都衝緊，後多層啊嘛有知足常樂啦，外邊追上嚟係魅力之餘啊，最出有2隻起旺區同埋一代天驕啊，最後200米遨遊氣泡佔先啊，自勝者強逐步上緊嚟，中間位置仲有包裝必勝啊，外邊上緊嚟係蟲草成名，接近終點遨遊氣泡呢就一放到底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係自勝者強啊，包裝必勝跑第3，第4名係蟲草成名啊。結果今場賽事香港經典1哩賽就係擺咗喺前面走呢隻遨遊氣泡，再一次一放到底啊，跑第2名自勝者強，第3包裝必勝，第4名蟲草成名。